我作為一個接軌 AI 時代嘅達人，平時用開 AI 寫曲、將圖、做動畫，今日就嚟體驗下最新嘅 AI 配眼鏡技術。介紹翻呢一部依視路數碼測量儀器 iRuler 2，能夠以毫米級精準度記錄鏡框同埋眼睛之間嘅關鍵參數，包括瞳高、前傾角同埋頂點距離，有助對焦。另一個重點係量度近距離視覺行為，包括個人閱讀距離、視線自然下降角度、閱讀時頭部以及眼部嘅協調模式。咁樣視光師就可以了解使用者實際睇嘢習慣，優化漸進鏡近用區域嘅設計，令到佩戴更自然，適應得更快。至於呢一部 VisualOffice 3可以精準測量個人化參數，例如 Eye 曲，即係每位佩戴者獨有嘅眼球旋轉中心 ERC。只要影2張相就可以輕鬆攞到個人獨一無二嘅參數，去設計高端個人化漸進鏡片。一般而言，傳統鏡片會假設所有人嘅眼球旋轉方式相同，但係事實上每個人嘅 ERC 都可以相差30%。check 準啲就可以減少影像變形同暈浪感，提升轉焦自然度。做完咁多 AI 分析，又應該揀咩漸進鏡片先好？揀 Varilux 啦。佢係全球最多人用嘅漸進鏡片品牌，佢哋最高階嘅 Varilux XR Series 結合咗 AI 分析同埋大量真實視覺行為數據進行鏡片設計，視覺過渡更自然，影像亦都更穩定。除咗配漸進鏡 ，AI 仲可以檢查眼睛嘅健康。呢一部就係人工智能眼睛健康篩查儀器，透過拍攝眼底影像，再經人工智慧演算法對眼底圖像進行自動風險分級，包括糖尿眼、青光眼、白內障同埋心血管健康。唔好睇少呢一啲檢查啊！一啲常見嘅眼疾，甚至係心血管疾病，都有機會引起眼底發生異常嘅變化。利用先進嘅 AI 人工智能分析系統，就可以及早了解風險並跟進情況。AI 時代就係要用 AI 令到生活更優質。如果你都想親身體驗智能驗眼，眼鏡88而家推出限量名額，提供 Varilux 漸進鏡片現場試戴體驗，同埋 AI 眼睛健康篩查服務。有興趣就揾眼鏡88預約啦。